因為台南鐵路地下化的工程，即嘛是要繼續向北延伸到永康。早起環評初審的時陣，環評委員關注施工的過程對附近環境的衝擊，也閣有徵用私人土地造成的影響。今年年初，工程人員要耙電龜，甲台南鐵支路地下化工程永久軌全線鐵支路接起來。新台南車頭交通部表示，大概10月底就會通車。今仔這項地下化的工程，閣繼續往北延伸去永康。透早案件佇咧環境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初審。那往北的這個延伸永康的部分，一直是台南地區引頸期盼的一個地段，希望也能夠配合着這個台南鐵路地下化部分往北延伸。延伸去永康的路線全長6.7公里，大橋站甲永康站改做是地下車頭，而且閣增加一個地下空橋車頭。鐵道局就指出，地下化會當甲鐵支路的阻檔用掉，甲兩邊的道路接起來，閣會當甲三葉環到鐵支路用掉，避免鐵支路發生事故。嘛會當甲附近的土地另外運用，開發面積24公頃，還閣需要動用4.48公頃私有的土地。如果長期安置的話，可以用所謂的設定地上權的方式來做長期的安置的部分。那如果是屬於弱勢戶的部分，就可以用社宅的方式來進行。因啦，環評委員嘛真關心施工的過程，附近的建築物敢會受到影響？大概有100多棟了哈，100多棟。那這個受影響的建物、民眾等等這個問題哈，也必須要有一些安置啦，或者相關的一個妥善的規劃跟說明。因為鐵支路邊啊有真濟學校、工業區，環評委員認為施工的過程、才會噪音、震動，還閣有立落去的問題，愛加強評估說明。毛委員真關心飲水問題。還是看不出來到底未來這個整體的保護的狀況會怎麼樣？因為之前台南鐵支路東沙的工程徵收人家厝，讓在地居民真反對。環評委員對徵收還閣安置有足儕關心。這擺往北延伸去永康，鐵道局嘛表示，這擺用臨時鐵支路採取徵用的方式，先針對建築物、實物等等的物件進行補償。但永久鐵支路完工了後，土地會還予所有權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